大家好，我哋係 JJM，歡迎嚟到呢個頻道。今日喺卡帕多奇亞第二日，起身之後，首先享受下呢個土耳其特色嘅早餐，會有煎餅、麵包、芝士、火腿，好多唔同嘅水果，仲配有朱古力醬同果醬。我同民宿老闆表示呢個早餐太豐富啦，佢就話佢哋當地人嘅早餐就係咁㗎喎。琴日知道熱氣球取消咗之後，我哋就去旅行社報咗 Green Tour。喺格雷美大部分嘅活動，旅行社都會包埋酒店接送㗎。提醒一下大家，報名活動嘅時候要先問清楚，如果活動取消，可唔可以退款或者轉玩另一項活動？有得退款嘅對消費者肯定有保障啦。大家應該知道要點揀啦。好快就嚟到第一站格雷美鎮觀景點，呢個位置可以欣賞格雷美鎮嘅全景、獨特嘅石頭同埋洞穴。而卡帕多奇亞嘅獨特地貌係因為幾百萬年前火山爆發形成火山岩，經過風化侵蝕之後形成各種形狀嘅岩石。打完卡就去第二站鴿子谷，呢度簡單講下卡帕多奇亞少少歷史背景。喺羅馬時期，卡帕多奇亞係其中一個基督教徒聚居地，而我哋而家見到嘅洞穴屋同埋地下城，就係當時基督教徒躲避及抵抗羅馬帝國及阿拉伯人入侵而建造的。正因為卡帕多奇亞嘅獨特地貌及豐富嘅歷史遺跡，吸引咗好多遊客，成為土耳其最熱門嘅旅遊地點。喺嗰個年代，鴿子除咗係當時嘅主要食材之外，鴿子嘅糞便亦都係重要嘅肥料，所以岩石上面作咗好多鴿房，係用嚟養鴿嘅。因為呢度特別多鴿子同鴿房，所以就叫做鴿子谷。直到而家都仍然有好多野鴿生活喺呢啲鴿居入面。鴿子谷除咗可以喺呢個觀景點影相打卡之外，遊客亦可以選擇行遠足路徑，近距離去欣賞。鴿子谷之後有一個購物點，冇興趣買嘢係可以直接出去等。第三站就係 Green Tour 嘅重點，地下城。德林富尤地下城係卡帕多奇亞最大、最深嘅地下城，共有18層，最深處達85米，估計可以容納2萬人生活。目前只開放咗8層俾遊客參觀。其中最深刻就係通風設計非常好，喺地下城入面唔會覺得空氣唔夠或者悶熱嘅感覺。地下城之後就係午飯時間，餐廳喺 Belisama Old Village 附近，有牛肉、
雞肉、魚肉同蔬菜可以揀，我哋就選擇咗牛肉同雞肉，味道一般啦，主要係一邊食飯一邊欣賞個風景。Green Tour 完咗就係揾食時間，繼續試下其他嘅土耳其菜。今次叫咗燒雞翼同沙律，重點就係試下呢個牛肉 kebab。唔想條片太長 ，Red Tour 留返下一條片再講。大家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。再見。